过来看立法院的消息，行政院长苏贞昌透早就到立法院去报告甲备询。这个媒体咧问到韩国瑜昨暝直播，苏贞昌呢真无奈咧回应讲啊，韩国瑜讲话前后无共款，饲来斗白啊，已经毋是头一摆啊。啊那议场内呢，国民党的立委是火力全开，立委陈玉珍不满金门目前无禽流感。验过金门的乡亲啊，早两到台湾本岛，却要接受检查。屏东即马有禽流感，却是毋免。批评讲台湾金门敢是一边一国，这引起苏贞昌的不满。胡椒油是虾米人讲的？这个空风战持续开拍。前后不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讲过没讲过都有录影带为证。面对韩国瑜的石油讲法，苏贞昌在议场外是真无奈。场内国民党立委嘛批评为虾米金门的鸡卵送到台湾需要检疫，是不是代表金门台湾一边一国？台湾本岛有禽流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院长你知道吗？委员你知道金门现在没有禽流感吗？苏贞昌一直无多讲话，但玉珍连环炮轰金门，即马无禽流感，为虾米要检查？苏贞昌高向屏东的红豆送到台北，选民检查，认为嘛要甲屏东设关卡为条例。我没有说错吧？我们农委会主委。你说错了。我是叫你回，你是农委会主委哦。苏贞昌忍不住呛下：政策怎么决定不能违背中华民国宪法？是吧？宪法我比你懂了，我的后劲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你宪法哪里学的？但玉珍讲，伊是反映金门人的心情。苏贞昌嘛解释，金门离中国是特别接近，这禽鸟容易飞到的地区，所以对这个禽鸟、肉、卵爱加强检疫，免安怎防疫，后议场的气氛是真紧张。